我考你算術啊！我考你算術啊！算術考我算術，啊！我冇讀過書，你叫我考算術咪死我？咁死冇啊！我而家我教你啦，教我都冇用啊，教我都唔識。唔係，我而家問你，你答我咯。如果你答得到啦，證明你好叻咯。你冇讀書你都識。冇啦，讀唔到啊！一日食一粒蘋果，一個月食10幾粒。 30粒咯，哦，咁你話唔識？咁樣死都唔識啊！咁樣咁錢啊，係傻都計到啦。你一日用3塊尿片，一個月你用幾多塊尿片？一日3塊，啊，一個月咧？一個月啊，3塊10日30塊啊， ，90塊啊！哦，又啱喎。你話你唔識？哎，咁少咁錢都唔識我冇用咯，啊大把咯。其大仔俾你2000，細仔俾你1500，你總共有幾多錢？3500咯。話得好快啫。哎呦，咁樣咁少答得到？佢一知條件都唔識計我。呃食。